三家就是灵孙、贵孙、叔孙啊。这三家可以当老公啊，这正权的三家。所以呢，借书归武的呢，用铁力啊，用用力来走伊迄个行动来。啊，这个用力呢，天主要用的啊，你是大夫尔，哪会使用力？袂使啦。所以孔子呢，伊请伊咧讲，下处有三家之道，这用力哪会使带恁三家？你是一个大夫尔，哪会使带恁三家？来做咧，这孔子提起三家强德，也是为了正君子之名分。是安尼，你着爱甲想去。而且是要互这三家会正君子之名分，所以是自安。4三篇1年1字发书无瑕，诗经300分篇中用一句话来总形容，就是要心思无瑕了，心思无瑕了。三家上当做皇帝。三家呢想要做皇帝，先试试看，先来试看卖试看我给你给我，有没有这个命？有没有这个命啊？试看我有这个命无？我用这用力来贴这个借书工课，有人会讲话的，台湾这个人，名利公心，公利失源，这个人。若去用名利来讲迄个心，名相，名为了名，甲有迄相，相就是外口，名嘛是伫外口，拢靠即个名相来公式成就这名相含义，去用公利来释源，互公甲利，拄你自性迄个空啊哩，那释源，什么事都做会出来。只买注意什么事都做得出来，所以咱来了解啊，因为道心佛心都明辨的，伊会安尼，伊道心甲佛心都无去都无去所以来了解。自然如类而无他，有类它有什么路用？有法它有什么路用？就是讲，你听一个道理，别咱一经典有啥物路用？名利甲你公心，你这个你这个自心、良心、自性都叫塌掉的啦。你听一个道理，也捌了一个道理，要怎来？经公经道德经律做大经讲咱足溜溜，有啥物路用无？知嘛？来做。你问经典捌做无？我足够了，你都不听我的，我听别人的。爱了解。如类而如觉而，他们之觉性早就容易啦。伊个佛心甲道心早就容易就容易因魔君早就攻入了社会，社会就孤独完啦。因为魔君呢，早就甲攻入伊良心自性啦。所以。主人不得不退下三下，伊良心甲道心已经走了，伊迄个是叫魔君在做的事情爱注意只要用魔君来度，因为伊都良心无思想心中无思想自性我得做主人干那命甲利较重要，安尼爱注意，是吧？第3章，人而不仁，如类而；人而不仁，如觉而。这是孔夫子看到顶面两招，孔子一个感叹：人而不仁，如类而；人而不仁，如觉而。人若无仁，有类有啥物路用？人若无仁，有觉有啥物？孔子讲起，孔子虽然只有仁才是理觉。有仁有礼有觉才有用。孔子出奖的感叹，也是为了贵士敬人以外，
孔子即十个感叹，就是为了贵事，并这三人而发出来。是咪？孔子认为礼乐之本质是发自古实本身的仁德。孔子认为讲礼乐的本质是发自本身的仁德。如果丧失仁德，那礼乐只是虚有其表。就你听足济经典，看足济，若无真正伫咧行，伫咧做，伊还是假，还是假。修道爱有实质，爱有实质。你问我讲，即个老菩萨啊，捌啥货？咱就有这个关心，有这个重视。其实这老菩萨虽是毋捌啥货，毋过伊拢实质拢做足济。也伊真正甲伊平时较毛病，伊真正认真咧做，这个才是宝贵，所以呢，如果丧失了仁德，如果丧失了仁德，那么礼乐只是单纯表象而已啊，而缺乏实质，便不算是真正礼乐，而失去了礼乐的价值，所以用无偏执啊。礼文，玉璧文何在？乐文，钟鼓文何在？礼乐的真正意义不在于前玉璧，虚名钟鼓的外表形象。礼乐的真正意义，毋是经家己举前玉璧啊，人去演迄个，嘛毋是讲讲苦迄外在迄个形象，而是在乎发自仁德。人行的实质的，伊是真正发自的仁德甲人行的实质的内容啊。礼乐的精神是仁德的发挥，礼乐的真正精神是仁德的发挥。有做出来，才是真正礼乐的价值；有做出来，修道才是真正宝贵。换一句话讲。玉璧甲钟鼓只是表现礼乐的工具嘛，玉璧甲钟鼓只是表现礼乐的工具。经典的文字经典的，这是啥？这是表现了这个修道的工具之一啊。所以着做名做书毋通讲啊，真正修道学道，毋是捌字，迄个拢无伫文字内面。迄个拢不在文字内，最重要真正是这一点，所以礼乐所要表现的是本身的仁德，礼乐所要表现的是本身的仁德，咱一定要了解。经典是讲，敢若读班的，敢若背足袂晓背，拢要背嘛无问题啊。最重要就是会晓做，会晓背再来，任何文理之本，主啊大在本。礼有其车也灵验，爽有其意也灵切。是爱人捌足济，但是礼乐内面拢无咧行。所以过去任何盖在孔子。学生甲朋友之间，伊就问孔子：“你个本是啥话啊？”孔子来讲：“大在讲互你问这足好，问这代志嘛足深入。你有比车来灵验，你毋是干摆伫外口，摆伫足车我足好徛，足好看。安尼呢，甘愿添补，爽有其意啊，连切。爽嘛是讲办甲足水，足好看，足流热。像今日办丧事，什么顶头都有。孔子讲连切，甘愿甲爱切，真正对你的内心表现出来，真正爱切，这个上重要。这种是孔子伊任何的文理，而说明了礼之意不在形式，必须善用礼法的本源，宁可下地于文，而用实质。
啊，孔子拄着天皇问礼，孔子个讲即个礼实际毋是伫即个外表形式，必须善用礼法的本文。所以能够写对即个外表，只用即个实质，真像即个丧礼，拢办甲足好看，也无重要，也无重要。是你望见诗人对礼专项原文字表，不无疑本。因望看迄个时阵的人，所以人家讲，正是不亚于春秋。是不是啊？所以迄个时阵嘛是专上了，即个原文专上了外表好看，不无基本，无真正了解礼乐，即个真正精神。所以呢，伊当孔子无以礼乐是本，夫子问是问，夫子听到这文，有别个世道的人生，对现在世道人生有重要，随将本法之文一一来分析，了解，有赞不着其法，以求其本，就该称赞讲，万难着迄个法，万难要好看，爱真正，迄个本爱做出来，立其本为在一中为之道，立其本爱得中，要爱中庸讲。不变之于中，不易之于庸。中者原来是正道，庸者原来是定理。出边乃孔文传修心法，子书孔第9才，但个别之处是所以不变那是中，永远无改变那是庸。当然了解，会使了解。弱节的。弱节的过文之奢侈，欠恶质之人性，该归用武之道。然即宁可欠以受本质。伊讲即个那过文之奢侈，欠过质之人性，嘛袂使过了欠应该开。那么若安两项，拢是中和之道。但是毋是中和之道，伊讲宁可将欠以受本质，若中内传递仪表，如无类成之爱情，及爱情各比实之外色，之皆以该非中和之道。讲了丧礼，丧礼将礼传递仪表，敢若外口讲了好看，如无类成之爱情，是爱情过比嘛袂使啊，拢实际外色之皆比该非中和之道，宁可将切以尽孝道呀，但是虽是实中和之道，孔子讲宁可将切，以将宁可将切以尽孝道呀，所以咱来了解拢以非中和之道，拢无下，过来第5章，主法以德之有君，不如诸下之无也。这个叫做以德之有君，不如诸下之无也。本章是孔子由感伤诗书动乱所发的一个论坛。孔子呢，迄个时阵看到春秋乱改的情况，伊甲讲，是过去所有医德者，乃文化落后之变动病夫。较早讲医德，就是无文化、无道传的所在，这是医德的所在。所以孔子道办道的时阵，讲伊上要出去外口开主欲以久于结缘，孔子想要以久于开放，所以孔子有人大家讲呀，拢无开化呢，拢无啥货呢。孔子讲，君主己之何乐之有？
只要君主将刀安尼啊保证，才有过一条街，无开玩笑。所以，咱是咱的前贤者，拢去到外国开荒，足济足困难，大家嘛拢去安尼做，所谓的精神，这个付出，达得咱可敬可敬。孔子是思想以文化为中心，凡没有文化，才称为德。中国文化早达圣明，无文化的所在称作夷德。那么中国呢，早自圣明为出，秉道普化，用这个道来普化这个天下。而成礼仪之邦，到活动达到礼仪之邦，互称为中原咱中华。时至周月，大夫诸侯藐视文种，到迄真条大司法诸侯，大家拢要做大，名利分心，名甲利，从迄心来人无所说，欠乱分起，大家拢要做大。这个时阵大家嘛要做大，你看，社会嘛要做大，道嘛要做大，道中嘛要做大，修行无。你看这个选管掉选入我有缘，大家拢是安尼，所以欠乱分起，不贤礼仪之风啊。古夫子呢，时时之乱以谈诸夏。是诸夏不如夷德之君啊！言诸侯之尊周，名存亦名存是无。诸侯之尊君呢，有迄个名，但是无迄个实际啊。不如画瓜邦画瓜之邦，名实无存。这个情形。已经有已经参真了，安尼了解。修道学道爱真正去做，人讲伫个外表，这样贵时你有泰山，作为接游玩；你有灵球，对岸不能自玩。乌将为泰山，不是灵贵时你去泰山，你去泰山遐借庄。借书，迄个时阵讲一个名是讲要泰山爬山去那么因咧举动，孔子哪会知？孔子是知。那么这个占有呢，伫遐在做这个贵士的这个宰相，孔子呢叫贵士占有来。讲你有灵球，你敢无法度叫恁主公？恁的主公要去泰山借书，安尼唔对啊！这个占有来讲，无法度做。称为泰山不如灵峰，泰山会当接受吗？你无文理基本，泰山你敢唔知影呢？所以你无你的球，上天会接受的就讲要互你好听，上天会接受的，咱会知影。咱有咩能力无？咱有咩实际无？所以毋是你要好听就要好听，毋是你要健康就要健康，这种。这是孔子支持贵士借书泰山的抢关原因。你这个大夫名，才会使去利用泰山呢？孔子知影。所以贵士上抢位，贵士想要做老君主天以管事。伊讲咧，我做敢若我无做，出乎你咧做那会强行抢地法事，伊就要强行抢这个法事。以其向天之福，伊要求了上天来保庇。随其不信之心。所以不信之心赢起来，犯业之罪大，伊迄个犯业之罪已经大，已经赢起来。泰山之势，名夷正德，
山之神，明镜随德。泰山之神，足了解啊，欠一故必不了。你贵是去啊这事，伊嘛应被你接受啊。有随王者之愿，哦，未互即个王者达成伊个志愿啊。故夫主米赞老人灵凤设计啊，夫主伫遮甲学即个灵凤设计，以罗贵士之母类，伫遮来显露了贵士一个比例，互你贵士了解讲你无咧啊。你无会晓问你基本，你若毋捌啊，你做啊一个大夫你毋捌啊。再来，搁再来讲较详细，神不量欠债之啊，欠债以绝贵士之神呢啊，泰山之神呢啊，绝对袂晓受这个权威这个借书啊，啊。使我这个贵士你的妄念会当作当起来，夫主别人误感以外，夫主在感化一个人啊，你叫做一个人虽是讲话真简单，毋过伊的意思包含足深啊。爱人以诚，伊爱人是以诚心啊，所以咱伫道中对咱的兄弟姊妹。有咱爱人以诚，用咱的诚心来感动咱的道亲，哦，感动咱的母娘，使互伊真正了解道中的宝贵，哦，义不了完成，使互伊了解讲哦，安尼就对了。控制伊呢，误感以外，爱人以诚，义不了这个关系。有时名义大在夫主，即为夫主，哦，为大夫主，即为夫主呀，安尼了解。第7节，主啊，君主无所争，必也消，一用以生下之，以争也夫主。好，即种的奖品，帮助教人不人，足有为之坚强。自私培养彬彬有礼的君主风度，所以讲君主无所争，一个君主的人无啥会争啊。只有伫社前迄个时阵在争赢，但是社前你爱比例来，一用而生，要去社前的时阵爱彬彬有礼，才能下之赢，写了后留落来，哦。留落来，哦，赢的人爱听受无输的人食，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君主的风度啊。孔子教人不认真，不认足有为之精神，哦，以书培养彬彬有礼君主风度，咱学道、修道。咱一定爱彬彬有礼，袂使无彬彬有礼。哦，内心有礼，外表现出来有礼，袂使去干那内心有礼现出来无礼，嘛袂使讲你现出来有礼，内心有礼。所以易经会牵挂，哦，易经会牵挂，讲谦谦当君主。哦，第三牵挂，地伫顶面，伫上挂，山落落来伫地挂。本来山是比地较悬啊，所以来讲谦谦君主，山落啊伫地下底。那么这个情形，哦，这个情形，爱讲谦谦，内心爱谦。因为爱有谦，但是一个君主，敢若内心有谦，名义无谦，虽然修学道一定爱学第三谦卦，第三谦用脑解决，若14卦敢若第三谦卦用脑解决，伊就天卦，甲上九就靠
袂使爬去到上高，所以咱要了解，一定要减咱到分寸，啊。所以空中教人不仅理之精神，必须培养文养养啊，彬彬有礼是民主道家初中不精，譬如老祖常讲，夫为不精，故天下美，名有之精。啊，道家老祖常说，夫为不精，会当甲人精，所以天下大道有之精。伊拢退用外退用好啊，所以天下大部分活动都是几千年来一般爱护道家的真相关的人，他们多年体会老祖之言，终身过着误人无精、误世无精的平淡生活。我同天下间无名有之精啊，几千年来一般爱护道家真相。几千年来，一般爱护这道家精神观人，他们多年体会老祖之言，因大拢了解老祖这句话啊，而终生过着了误人无精，终生拢过着了误人无精。道家人前中庸无，中庸到宰相了后，就出来物件，怎退回去？后日走去对去嘛，无人知；中庸到底有死无死嘛，无人知；死了等对嘛，无人知。圣言一个行为，圣言贤人本事一个行为，达着咱尊敬，但是好啊去甲考察，好啊来学，老祖来讲，不精啊，有世人过着了无精的平常生活。但老祖所谓不精，另有情重。孔子就讲，老祖就讲，所谓不精，依然有情重。孔子嘛注重不精，所以文章讲，文主无所精。为人讲偏，孔子表示不精，应该爱做，不应该无精。不可过免了伊的孔子是一种主张无可无不可即于其无理。孔子是主张无可无不可无精，但是嘛是有当时爱精，爱啥？于其无理，有爱才来做。换一句话讲，精的本身是无可无不可，是要用伊来做标准，才能断定了精还是无精。合乎于当然要去做，正如孔子所谓：“当仁不求无术。”孔子所讲，仁家己爱去做，袂使干扰上去做。不合乎于就不可精，无合乎于的绝对袂使精。所以孔子有主张以礼让为公，孔子主张以礼让为公，礼让甚至将国家让别人就可以了。所以尧帝让舜帝，舜帝让武帝，这是孔圣人一条尊敬。因此，君子无所精，故君子敬而不精，是就义之不该精的顺之说啊。孔子咧讲，无所精，甲尊君子敬而不精，这是意味不该精的顺咧讲。而精也君子，伊所能讲，伊的精就是君子在的心，无就是不精，是就伊所应该精的事而说啊，是就伊应该爱做的代志来讲。虽然有所精，但不可失君主的风度啊！虽然讲有所精，但是不可失了君主的风度。这是孔子用的所在，这是孔子用的所在，咱知了解。咱赶紧来看看，过来第八章，诸侯啊，
因时间的讲，卡强强，美国啊，所以无为呀。孔子伫个比例这，啊说这主下的比例这三是真正意义。伊毋是毋知，伊知，但是真正的含义，伊还佫未足了解。主下伫讲主三天地主，伊伫历史文学，文学是主游甲主下，主游甲主下文学上了解啊。所以伊对这时间当然了解，所以伊要更加了解这个意思，但孔子讲无一样。好，所以这个卡强强，笑到这个人都足水，啊咧笑甲足迷人啊，抑个有迄个穿的，就是讲。有迄个表扬，所以足水的。美国判的，伊目睭都足迷人啊，抑个看咧看人，看甲会登轮啊，所以危险的即句话呢，数学内面佫有限，包伫后壁，这是咧讲啊，首先就咧讲啊，美人者美貌。天仙啊，家自修饰，以财色，顿显美中容啊，中上会即个足大人性若无美主的素质，虽刻意互相分别，也难言彼此。更见奇怪，美人者。先是天仙，家自修饰的本领，顿成为他品学兼因是边的工作。若无善良之素质，刻意随刻意去甲变变学读化，亦难断。更容易害美人，若其美处必先整容，如何修饰？先人若以德者，若修其德，若先以德者，必先顿直。如何义理？处之所有为殊无，美人先人义理难拿，外表甲你类似，你向讲达到实验学背景，爱安怎样？你一定爱外学到内中有迄个物件，流落伫外口，互人看会着，这才是。所以诗人作诗，时代背景拢有相像，孔子话，诗301一笔诗无相。古君子无本不立而道生。诗经咧讲358章内面的，伊一句话来讲的，就是讲，这个诗的内面，要互你透过诗的互你真正你的思想有写了。那么你的思想若无写了，你内中一定有受益啊。所以，卡桥前的美国判就是讲，你虽是讲外表遮水，但是你内中你的本质爱有法。所以君主一定爱无本，本有其德性。君主呢，你的本若无做出来，本若无你，道无生。所以老有主就一天很重要。一国之道，以无因之有，连你国死是道理啊！一国之道，以无因之有，国道的这个发展，爱妥善，但无善。到这个时阵，当有法度通生存，到这个时阵，当了解这个道理。
话，不达讲，虽然不变，不变虽然，不达讲，虽然不变，体爱调好，随着因缘，你的本质会当变。哦，本质无变，但是虽然会当去做人哦，不变虽然，为人能够打好道德基础，一个人通过修学道，咱道德基础一定要建立好势，其他的活消不成自其他的所在哦，小可无切，但是这个本来道德基础应用起来，然而古道真如。不达到菩萨来言者，不能运用。有讲得古道的真如出现，无达到菩萨的境界，也无法度来完成。其中也阁会动气，也阁会变。为君主没有这种的人心，毋是达到君主的境地，伊无法度有这款的人心，亦不能尽一心啊！你嘛无法度完成。所以有主啊，岂有这修呢？有主了解讲，主咧伫讲这物件啊，伊甲讲啊，你无啊，老师啊，你伫内面，你伫外表，抑阁有你的精神吗？孔圣人讲，岂有这修？你有外表的内面。你有外表，抑阁有真正你的精神。你内面的精神啊，做不出来，外表都会记得。啊，所以孔子们学了这个主下，学了这个主下，讲气有正常，四个有言四义，论语第9章第尾下第5言，当地之花，偏其冠矣，岂不逆书？伊讲即个当地即个花啊，安尼翩翩，随风摆安尼翩翩，空气空气如此，现万境。伊讲，敢有安尼？虽是离远离家远，毋过本来就是啊，主啊，理之书啊，你是无去甲上天的。有何万之有透有啥物远呢？然而，对了宇宙来，这个体变做事无下原则，孔子讲你理之书啊，你无去甲上彻底，你若去甲上彻底，这虽是并无对，但是你若去甲上彻底，你就会变。有何万之有？透有差远呢？有何言理之书啊？孔子他安尼想，他讲，透有这个代志呢，有何万之有？离开透远呢？为处死的人，做这把死的人，伊功夫未够佳，伊的功夫都未够，无达到迄个境地啊，官职未清。伊看把迄个当地之花偏于官职，因为伊无清楚，也看无准。官职的心，俗语讲，己之利己，克之利己。干之人之情义之。伊着了无了甲足了的啊，爱喙干无足喙干，简单讲，仁义有情。所以学道一定爱仁义和情，道体而明，对道而明，爱对道就是了解。海在为亲着某，毋通落去遮，道理咧听，还搁咧为亲着某。当然，对面前理，只求地平安。咱若是道而明，为亲着某，当然对面前理啊，实在对咱的面头前啊，你感觉都重要，因为对不行不能高推。因为咱已经善终，所以对有善无彻底了解，道义无明，欲道就有份啊。道若无了解，欲道就有咱的份啊。我前言诸罗，
是一个了不起的代言。显现主哦，是已经进入孔子的事业的一个代言。有主张啦，你为君主如为小人如啊，孔子甲主下讲，你着做一个君主如，唔通做一个小人。君主如是要戒己作学，小人如不要学习。君主如是要戒己这个作学啊，长期的这个学，自性本来的学，要达到自由自先的学，这才是君主君主如啊，这才是君主要继承的这个物件。小人如不要学主。只学小生活，讲价文章没用，干作学读、作学背无路用，干价文章无路用。要认为己任，爱担前主成功。事不可不方言，人道以用啊。人以为己任不会用，事以何以为官？所以。爱人为己任，担起而进，所以咱来知道，今日得道，为做点元师，为做单主，为做领兵、领人，为做领人，为做做律师、做大官，为做人的先人，这个职位一定要担起，人力、义力。别人在渡水，咱感觉咱是渡水的，任重道远。这个责任足重大，这条路打到平时，大家死。人为己任啊，不会将事与我